Hello， 大家好。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晚上好。歡迎大家嚟臨一年一度香港體壇嘅奧斯卡國泰2024年度香港傑出運動員選舉頒獎典禮。我係今日嘅司儀麥美欣，你哋好嘛？你們好。咁係啊！今日呢個大日子咧，我哋除咗有好多嘅運動員啦，親自嚟到我哋現場，當然亦都有好多嘅重量級嘅主禮嘉賓同埋咧頒獎嘉賓咧嚟參與我哋今晚嘅盛事㗎。事不宜遲，我哋以熱烈嘅掌聲歡迎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先生喺港協暨奧委會霍震霆會長陪同下，由香港警察樂隊風笛隊帶領一眾嘉賓進場，有請。呢個時候，我哋首先請出我哋今晚嘅主禮嘉賓，我哋掌聲歡迎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先生 GBSJP 上台為我哋致辭，有請卓副司長。潘雲東副特派員、崔劍局長、林嵐副部長、霍震霆會長、羅淑佩局長、劉海思總裁、各位運動員、各位體育界朋友、各位嘉賓，大家好！好高興出席今日國泰2024年度香港傑出運動員選舉頒獎典禮，見證各個獎項得主嘅誕生，同分享佢哋獲獎嘅喜悅。香港傑出運動員選舉係香港體壇一年一度嘅盛事，藉以嘉許本港優秀嘅運動員，表揚佢哋所取得嘅卓越成就。今日嘅選舉由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港協暨奧委會舉辦，特區政府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資助，連同國泰冠名贊助同多個合作機構嘅支持，仲有公眾參與。今日獲獎嘅運動員能夠喺眾多優秀運動員中脫穎而出，絕對係有非凡本領，實至名歸。
香港運動員所付出嘅努力，嗰份對追求夢想、追求卓越嘅堅持同百折不撓嘅精神，唔單止令港人引以為傲，亦都係年青人嘅好榜樣。近年香港運動員一直表現優異，喺好多個大型綜合運動會同埋國際比賽屢創佳績，更有運動員位居世界排名前列。去年巴黎奧運會同埋殘奧會，香港代表隊分別取得2金2銅以及3金4銀1銅嘅佳績，全港市民都非常雀躍，被隊員觸動，為隊員感到驕傲。特區政府一直全力支持香港運動員，我哋會繼續透過香港體育學院培育精英運動員。喺2025至26年度，政府預計向體院撥款10億，為1600名精英運動員提供直接財政資助同全面支援服務，範圍包括體適能、運動科學、運動醫學、運動與教育雙軌發展同埋住宿等。同時，政府亦致力推動科技應用，提升運動員喺國際賽事中嘅競爭力。另外，體院嘅新設施大樓已經喺去年年底啟用，為運動員提供更多先進訓練同支援嘅設施，加強體適能、運動科學同運動醫學嘅支援服務。香港嘅運動員有強大嘅後盾，當中包括教練、支援團隊、港協暨奧委會、香港殘疾人奧委會、體院同埋各體育總會，當然仲有運動員嘅家人同埋朋友，你哋都係運動員嘅成功嘅幕後功臣。我感謝你哋全心全意支持運動員，俾運動員能夠以最佳狀態同埋心態發揮出最高嘅水準。第15屆全國運動會同埋全國第12屆殘疾人運動會暨第9屆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舉行在即。香港將承辦8個競賽項目，當中劍擊、男子手球同埋7人制欖球賽，更會係喺新啟用嘅啟德體育園舉行。我喺度預先為各位運動員打氣，希望大家盡展所長，再創佳績，為港爭光。最後，我要感謝港協暨奧委會多年來舉辦呢項極具意義嘅活動，亦向所有對香港體育發展作出貢獻嘅朋友致謝。祝香港體育界更上層樓，香港運動員再接再厲，續創輝煌。多謝大家。多謝卓副司長，請到台下就座。接住嚟，我哋有請另一位主禮嘉賓，我哋掌聲歡迎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會長霍震霆先生，大紫荊婚宴 GBSJP 到台上致辭，有請霍會長。卓副司長、潘特派員、羅局長、崔局長、國際乒聯 Mrs. Serlin 會長、劉總裁、各位嘉賓、各位運動員、傳媒嘅朋友，大家好！多謝大家出席今日嘅國泰2024年香港傑出運動員選舉頒獎儀式。一齊重溫香港傑出運動員過去一年嘅卓越成就，一探佢哋今日華麗嘅風采。2024年香港體壇全方位就可以講係大豐收嘅。最激動人心嘅係當時係舊年嘅巴黎奧運同殘疾運動會，除咗攞獎牌成功每位運動員都留俾港人各自佢哋勵志嘅故事、經典嘅片段，甚至佢哋國際賽事，無論傳統嘅項目或者新興嘅運動，都不斷突破，有明日之星為中國香港
注入新動力，發放新光芒。香港傑出運動員選舉呢，都可以叫話體壇嘅奧斯卡，因為無論被提名或者當選，佢都係年度最出色、最受尊敬嘅同肯定嘅星中之星。今晚佢哋係盛裝出席，體現到佢對呢個活動嘅重視，顯示佢星光熠熠嘅風範。其實運動員同電影都有啲似嘅，傑出運動員嘅成就呢，都係整個團體嘅心血結晶。運動員先記一功，幕後嘅教練啊同支援團隊亦功不可沒嘅。仲有經典嘅戲院都要靠大家觀眾買飛支持嘅。傑出嘅運動員亦係離唔開政府個政策指導、社會各界嘅行動支持。我哋代表運動員向在座各位衷心嘅敬意。新嘅輪嘅體育盛事又要起步啦！世界運動會、粵港澳三地聯辦15運、亞洲青年運動會等，都係年中嘅重頭戲。其中相約大灣區嘅15運呢，更係重中之重。我作為其中嘅主人，就要做好方方面面嘅工作，協助運動努力爭標傳承，掀起全運熱，而同多個落戶香港嘅國際盛事，促進香港係內聯外通，提高國際體育盛事之都嘅質量。最後，我衷心多謝特區政府、冠名贊助商國泰同埋合作伙伴，以及體育總會一直以來對我哋嘅支持，培育精英嘅運動員，發展體育事業。又要感謝中央同埋廣東省嘅指導同牽頭，讓我哋攜手辦好15運，見證香港嘅運動員創造更多中國第一、世界第一。多謝各位。多謝霍會長，請霍會長到台下就座。跟住落嚟，我哋有請冠名贊助商國泰顧客及商務總裁劉海詩女士上台為我哋致辭。有請劉女士。財庫司長、潘特派員、崔局長、霍會長、羅局長、各位嘉賓、各位運動員、各位傳媒朋友，大家晚上好！好開心今日又可以喺度同大家一齊慶祝呢個1年1度香港體壇嘅盛事。國泰已經係第6年連續咁樣作為香港傑出運動員選舉嘅冠名贊助，喺度鼓勵同埋表揚所有運動員追求卓越、永不言敗嘅精神。我相信2024年對所有嘅香港運動員嚟講，一定係一個好值得紀念同埋難忘嘅一年。大家除咗喺巴黎奧運以外，亦都喺所有嘅國際賽事上邊全力以赴，充分咁展現香港精神，令所有嘅香港人，包括我自己都感到驕傲。喺啱啱過去嘅3月底，國泰匯豐香港國際7人欖球賽首次移師啟德體育園嘅主場館舉行，掀起咗全城嘅欖球狂熱，亦都吸引咗好多海外嘅遊客嚟到香港參加呢項體育活動。咁喺嗰幾日裏邊，除咗中國香港運動員、香港中國運動隊嘅精彩場上表現之外，我哋亦都特別咗安排一架客機進行維港低飛，重新展現翻當年啟德年代飛機喺喧嘩鬧市裏邊穿梭嘅畫面，同埋嗰啲嘅引擎嘅聲音，勾起咗好多唔同香港人嘅好多開心同埋溫暖嘅回憶。展望未來，我諗我哋會繼續喺唔同嘅體育盛事裏邊支持，咁希望可以為香港嘅體壇發展同埋盛事經濟注入一啲嘅動力。咁喺呢度，我希望多謝
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對呢一次選舉嘅活動嘅一啲支持，令到更多嘅香港人可以認識同埋支持所有嘅香港運動員。咁所有香港嘅運動員，我衷心咁希望你哋喺來年更加可以上一層樓，繼續喺唔同嘅賽事裏邊挑戰自己、突破自己，繼續為香港喺國際嘅體育盛事裏邊發光發現、爭光。多謝大家。多謝劉女士，請劉女士到台下就座。咁啊，講到過去一年咧，香港運動員咧，無論喺國際嘅體育賽事上，以至到大大小小嘅綜合運動會上咧，都有超水準嘅發揮。咁啊，當中咧亦都有唔少令人回味嘅時刻。呢個時候，不如我哋一齊細心欣賞一下佢哋喺賽場上嘅精彩片段。我哋一齊睇睇。運動員一向表現出色，憑住你哋嘅堅毅不屈精神，喺今屆巴黎奧運盡顯實力，成績令人振奮。亦都係越強越強，除咗係超越對手，亦都係不斷超越自己嘅。所以我哋再次熱烈嘅掌聲俾我哋所有香港運動員，好唔好啊？掌聲鼓勵，謝謝你們。佢哋呢份全力拼搏嘅精神一定係能夠傳遞同埋係感染我哋所有嘅香港人㗎。嚟到呢一刻啦，亦都係我哋今晚嘅重頭戲，頒發國泰2024年度香港傑出運動員選舉頒獎典禮，亦都係即將開始啦。我哋頒發嘅獎項有香港傑出男運動員、香港傑出女運動員、香港最佳運動隊伍及最佳運動組合。咁當中最傑出男運動員同埋香港傑出女運動員嘅獎項係會分別誕生最後5強嘅傑出男女運動員㗎。咁佢哋當中得票最高嘅男女運動員亦都會榮獲國泰星中之星香港傑出男女運動員嘅殊榮㗎。咁今屆嘅選舉亦都係相當之踴躍㗎。我哋有超過100個提名，當中亦都有好多新面孔㗎。究竟獎項花落誰家呢？我哋即將開始。今晚我哋率先頒發嘅獎項係香港最佳運動組合。運動組合係要具備啲咩特質呢？一樣就係需要大家嘅默契啦、戰術嘅配合同埋個人嘅能力，加埋就可以有呢個特質成為最佳運動組合啦。
好啦，呢個時候我哋亦都要公布今屆公眾投票嘅最後5強排名不分先後。中國香港羽毛球代表隊混合雙打、男子花劍隊、硬地滾球混合 BC 3級雙人賽隊伍、世界泳聯短池游泳錦標賽2024男女混合4×50米自由泳接力賽，以及中國香港乒乓球代表隊混合體組合。好啦，我哋要頒發獎項，有請我哋嘅頒獎嘉賓，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全國運動會統籌辦公室主任楊德強先生，有請。有請楊主任為我哋揭曉香港最佳運動組合嘅得獎名單。香港最佳運動組合羽毛球，中國香港羽毛球代表隊混合雙打，鄧俊文、謝影雪；劍擊男子花劍隊張家朗、蔡俊彥、李日朗、梁千羽；殘疾人士體育硬地滾球混合 BC 3級雙人賽隊伍何婉琪、謝德華。恭喜晒3隊嘅得獎組合，我哋一齊欣賞得獎嘅片段先。鄧謝配代表互相扶持，一齊堅持，排除萬難打巴黎奧運世界巡迴賽4度入3甲，連贏2屆組合獎。張家朗、蔡俊彥、李日朗同梁千羽喺花劍世界盃香港主場分站封王，寫下港隊男團劍擊歷史新一頁。何婉琪、謝德華喺巴黎殘奧混合 BC 3級雙人賽歷史性贏金牌，行動印證金句：只要相信，沒有不可能。恭喜晒！我哋有請楊主任為我哋頒發獎座俾得獎嘅3隊嘅得獎組合，有請。咁啊，恭喜晒咧3隊得獎嘅組合，每一隊嘅組合咧，亦都可以獲得獎金港幣55,000元嘅，恭喜晒！恭喜晒咁多位運動員，有請楊主任為我哋頒發獎座嘅，有請。再次俾啲掌聲，我哋嘅3隊嘅得獎組合，恭喜晒！好，有請楊主任同我哋咁多位嘅得獎者影一張大合照先。我哋望一望中間大會攝影師。好，跟住咧，我哋咧左後方咧亦都有記者嘅朋友嘅，係啦，喺遠處，係啦，左手邊後方。OK， 好，恭喜晒咁多位 ，thank you， 亦都係多謝晒楊主任同埋得獎嘅運動員，恭喜晒可以到台下就座啦 ，thank you。好啦，我哋率先已經頒發咧第一個獎項啦，跟住我哋亦都咧係準備咧頒發咧今晚另一個大獎啦。下一個獎項我哋要頒發就係香港最佳運動隊伍。嗱，一隊優秀嘅隊伍咧係講求強大嘅協同力、比賽嘅節奏嘅控制，同埋咧要互相信任，先至可以發揮到咧團隊最大嘅優勢。最佳運動隊伍公眾投票最後3強排名不分先後。中國香港男子足球代表隊、中國香港男子7人欖球代表隊、中國香港拔河總會消防拔河隊。呢個時候，我哋有請頒獎嘉賓香港體育學院主席鄧景成先生 ，GPS PDSM 上台有請。
有請鄧主席為我哋揭曉香港最佳運動隊伍嘅得獎者。香港最佳運動隊伍係足球，中國香港男子足球代表隊。恭喜晒！我哋一齊睇睇運動員嘅介紹片段。年初出戰亞洲杯，年底東亞錦標賽外圍賽3連勝入決賽，港足勁抽，連續2屆獲獎，歷嚟就係第5次。恭喜晒中國香港男子足球代表隊！呢個獎項咧嘅得獎隊伍可以獲得獎金港幣75,000元嘅，恭喜晒！我哋有請中國香港男子足球隊嘅代表可以上台領獎，有請。同時間，我哋有請鄧主席為我哋頒發最佳運動隊伍俾中國香港男子足球隊代表。恭喜晒中國香港男子足球隊代表隊！Congratulations， 恭喜！好，我哋留意中間大會攝影師先。好，我哋望一望中間。Let's look up front in the middle。好，我哋影得張啊！好，同時我哋留意咧，我哋嘅左後方 on the left side in the far left is our media friends。In the far left 係啦，左後方嘅傳媒朋友，我哋影多張啊！ OK，very good，congratulations， 唔該晒，亦都恭喜晒，亦都係多謝鄧主席同埋咁多位可以到台下就座嘅 ，thank you，please be seated。好啦，話咁快咧，我哋已經頒發咗咧2個獎項啦。咁啊，我哋咧亦都係知道咧，今晚咧係一個非常之盛大嘅頒獎典禮啦。咁所以咧，我哋亦都有啲環節咧係希望大家一齊細心欣賞㗎。咁啊，大會咧今晚咧希望大家可以有一個好突破嘅演出，就係一個 LED dance 嘅。究竟係點樣嘅咧？我哋掌聲歡迎我哋今晚嘅表演隊伍 LED dancers， 掌聲歡迎！ Warning, intruders detected. Dispatching response team.
said that we would always be. Without you, I feel lost at sea. Through the darkness, you'd hide with me. Like the wind, we'd be wild and free. I gotta learn how to love without you. I gotta carry my cross without you. Stuck in a city down without you. I'm on Bonnie and Clyde without you.非常精彩、充滿活力嘅演出，俾啲掌聲我哋嘅 LED Dancers，多謝晒 ，Thank you。好啦，我哋咧亦都咧繼續咧頒發咧好多嘅獎項啦。我哋即將頒發咧就係香港傑出男運動員啦。每位得獎嘅傑出男運動員咧係得到獎金港幣6萬元嘅。呢個時候我哋公佈最高公眾票數嘅10位男運動員，排名不分先後，包括有李卓耀、張家朗、石偉雄、鄧偉樂、龍子健、趙顯津、何欣圖、黃鎮廷、黃澤林以及黃子軒，恭喜晒！好啦，即將要公佈就係第一位香港傑出男運動員，有請頒獎嘉賓，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先生 ，GBS JP， 有請。有請卓副司長為我哋揭曉第一位香港傑出男運動員。張家朗。恭喜晒張家朗，我哋一齊睇下家朗嘅介紹片段。張家朗2024年喺劍壇繼續飛升國際，巴黎奧運男子花劍封王，連續2屆奪金，亦都係史上衛冕第3人。佢話最重要相信自己，唔好因為香港地方好細就放棄唔去堅持。贏大獎賽都靈同上海站，拍住隊友喺男團世界盃主場歷史性揚威，年終世一完美作結。張家朗連續4屆獲獎，累積第6度當選。運動員，我哋有請卓副司長頒發獎座俾張家朗。我哋望一望我哋大會攝影師，係啦。跟住同時間，我哋留意我哋左後方嘅傳媒朋友，左後方嘅傳媒朋友，我哋影多張。好，唔該晒。咁啊，我哋多謝卓副司長可以到台下就座，有請張家朗請留步。咁啊，有請家朗咧可以分享下得獎感受嘅 ，thank you。係首先好多謝奧委會同埋國泰舉辦呢個頒獎典禮，俾運動員可以好似每一年有一個成績表咁樣去肯定自己嘅表現啦。咁亦都好開心可以再次獲得呢個獎啦。咁我想分享嘅就係可能喺巴黎奧運之前啦，咁其實特別想多謝一個人就係我教練啦。咁因為我教練其實喺準備嘅時候都好辛苦啦嘅過程，因為喺佢同我都好大壓力嘅時候，其實佢都要去唔止技術上面去幫助我啦，喺心態上面都好多嘢都要需要去調節，去幫助我，令到我有最好嘅狀態，去調整，去令到我有最好嘅狀態，可以發揮到自己應有嘅水平咁樣咯。咁所以喺度好多謝佢，亦都好多謝體院啊，好多唔同嘅同事去幫助我哋，令到我哋可以再一次實現到我哋嘅夢想。Thank you。恭喜晒張家朗。
有請家朗開到台下就座 ，Thank you。跟住嚟，我哋要公布就係第2位獲得香港傑出男運動員，我哋有請頒獎嘉賓。現在恭請頒獎嘉賓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副特派員潘遠東先生上台為我們頒發第2位香港傑出男運動員，有請。有請潘副特派員為我們公布香港傑出男運動員。黃鎮廷，恭喜晒黃鎮廷！我哋睇睇介紹片段先。黃鎮廷繼2016、17、21同23年之後第5度獲獎。2024年贏 WTT 克羅地亞賽男單冠軍，喺巴黎奧運拍渡海擒打混雙得第4。年底舉行嘅混合團體世界盃亦得到銅牌。黃鎮廷希望傳授經驗同知識俾本地年輕運動員，成為佢哋嘅學習榜樣，培育新一代接班，令港隊得以傳承落去，繼續喺國際乒乓球壇企喺高手行列。恭喜晒黃鎮廷！現在我們有請潘副特派員頒獎座給得獎的黃鎮廷，恭喜！好，我們看看中間，我們來一張合照，然後我們看看後面的左手邊的媒體朋友，我哋望望後方嘅左手邊嘅媒體朋友，好，影多張嚟張。OK， 好 ，Thank you， 感謝潘副特派員，謝謝你可以到台下就座。呢個時候我哋有請我哋乒乓大師兄黃鎮廷，同我哋講下得獎感受。好，大家好，好開心可以再次拎到香港傑出男運動員呢個獎項。咁因為每年都有好多優秀嘅運動員拎到好好嘅成績，咁所以每一次拎獎對我嘅意義都唔一樣。係啦，多謝咁多位評審員啊、記者傳媒嘅朋友同埋大眾市民對我嘅支持。咁亦都多謝香港特區政府啦、奧委會、體院、兵總同埋我哋sponsor 國泰係啦。咁因為佢哋可以俾到我哋好多嘅鼓勵同支持啦，咁我可以令到我不斷咁專注去訓練同埋比賽，為港爭光。咁今年啟德體育園嘅落成，我覺得係一個新嘅里程碑，因為可以有更多唔同項目可以舉辦更多嘅國際高水平嘅賽事，咁可以令到運動員同現場嘅觀眾可以近距離咁去一齊參與，咁我覺得非常之好。咁亦都未來希望可以有更多嘅、更優秀、更多嘅香港運動員可以冒出。咁最後，我覺得我哋中國人有一個好好嘅優良傳統，就係傳承。因為有好多正正因為我哋嘅有一班嘅前輩同埋幕後嘅工作人員，佢哋默默咁去付出，咁啊貢獻自己嘅一分力。咁所以喺呢度我亦都要多謝佢哋。咁啊將呢個經驗可以不斷咁去傳承落去。咁若干年後，我哋一定會培育出更多更優秀嘅香港運動員。係啊，請大家相信我哋，支持我哋繼續。Thank you， 多謝。恭喜晒黃鎮廷 ，Thank you。可以到台下就座啦。跟住嚟，我哋要公佈就係第3位香港傑出男運動員，我哋有請頒獎嘉賓。現在恭請頒獎嘉賓15運會廣東賽區執委會副主任、廣東省體育總會主席崔健先生上台為我們頒發第3位香港傑出男運動員，有請。有請崔主席為我們公布香港傑出男運動員。史偉雄，恭喜偉雄！我哋一齊睇睇偉雄嘅介紹片段。
繼2014、15、18、19、21年之後第6次入圍。石偉雄形容2024經歷喜怒哀樂、甜酸苦辣。世界盃巴庫同開羅站躋身3甲，第3次出戰奧運，巴黎終極兩跳無悔無憾。33歲決定退落嚟，結束26年體操生涯。多年嚟學識與低谷同傷患共存，茁壯成長，成就呢位2屆亞運金牌、2次世界盃冠軍得主，以10分滿分告別。恭喜晒我哋嘅體操王子石偉雄！有請崔主席為我們頒發獎座給石偉雄，恭喜恭喜！我們看看中間來一張合照啊！還有我們後方的左手邊，我們的媒體朋友，我哋望望我哋左後方嘅媒體朋友。好，嚟到張 ，OK， 好，謝謝，謝謝崔主席，可以到台下就座。呢個時候我哋將個台交俾石偉雄講下得獎感受，有請。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國泰啦，多謝奧委會，每一位支持我投票俾我嘅朋友啦，我好開心，真係好開心，再次攞到呢個獎。其實喺呢20幾年啦，好多朋友，好多唔同嘅人士都陪伴咗我好多高低起跌嘅，咁啊我想多謝總會啦，上下每一位同事，體院上下每一位同事，即係陪伴我呢20幾年嘅高低起跌。咁同埋我想多謝我嘅教練啦，同埋兼總教練 Sergey 嘅，好多謝佢陪伴我，係啦。Thank you。好多謝佢陪伴我去披荊斬棘，唔同嘅成績失敗，即係佢都好相信我。每一次都可以再做得好啲，每一次都可以再做唔同嘅突破。另外我好想多謝李一強博士，佢無論喺場內又好，場外又好，都俾到好多唔同嘅意見同埋一啲心靈上嘅一啲指導我。同埋我好想多謝屋企人，呢20幾年你哋無私嘅支持同埋其實我都犧牲咗好多陪屋企人嘅時間，所以好多謝你哋體諒。其實喺呢個體操生涯入邊啦，即係我好開心，真係每一次上台攞獎嘅，咁亦都見證住或者創造每一次嘅第一次。咁雖然我而家已經退咗役啦，咁但係我叫做第一次，同埋亦都係最後一次以運動員身份可以攞到呢個獎，我真係好多謝大家。有啲緊張，因為我真係估唔到㗎，我好多謝大家對我喺上一年要準備巴黎奧運或者巴黎奧運嘅呢段旅程，真係喺我呢咁多年入邊最難嘅一年。好多謝你哋見證住陪伴我成長，體諒我嘅不足。係啦，希望我喺未來嘅範疇入邊，我都會繼續為體育界去做貢獻。多謝大家。恭喜晒石偉雄，我哋都祝願你未來繼續成功嘅，恭喜你 ，thank you。我喺度台下就座，跟住我哋要頒發就係第4位香港傑出男運動員，我哋有請頒獎嘉賓，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常任秘書長岑鳳君女士 ，JP 有請。我
我哋有請沈常任秘書長為我哋揭曉第4位香港傑出男運動員龍子健。恭喜晒！我哋一齊睇睇介紹片段先。2024龍子健經歷咗好多第一，喺巴黎殘奧 BC 1級個人賽贏得港隊呢屆第1金，亦係自己歷嚟第1金。第一次獲提名香港傑出運動員，第一次就當選。座右銘盡我所能，做到極致。呢位38歲港將，自04年雅典經歷08北京、16里約到第4屆巴黎一圓金牌夢爭翻口氣，喺自己熱愛嘅歡呼聲之下，繼續尋求突破。恭喜晒龍子健！我哋有請沈常任秘書長為我哋頒發獎座俾我哋嘅香港傑出男運動員龍子健，恭喜晒！好，同時間我哋望一望我哋中間嘅大會攝影師，我哋望一望中間先。好，同時間你留意咧，我哋後方左手邊嘅傳媒朋友，係啦。左手邊後方係啦，遠處嗰邊係啦，影多張啊 ！OK， 恭喜晒，亦都係唔該晒沈常任秘書長去到台下就座。我哋呢個時候咧，有請咧子健咧為我哋分享下感受嘅。好多謝大家。子健首先要多謝就係我哋今日嘅贊助商國泰，如果唔係咧，佢又冇機會參與今日咁嘅盛會。咁另外咧就子健一定要多謝咧，我哋香港傷殘人士體育協會20幾年對佢嘅栽培嚇。咁咧另外就多謝體院啦，有好多資源俾我哋訓練啦，等阿子健咧可以攞到今次咁好嘅成績。咁另外咧要多謝我哋硬地軍球隊總教練郭一榮先生，呢咁多年對佢嘅指導。當阿子健又迷失咗嘅時候咧，佢將阿子健帶翻嚟，等佢重新再振作過嚇。咁咧另外咧就係要多謝投票支持阿子健嘅朋友。咁最後咧要多謝天父，多謝大家。唔該晒教練，亦都係再次恭喜晒龍子健。咁啊有請子健啦同埋教練咧去到台下就座㗎啦 ，thank you。我哋再次俾啲掌聲龍子健好嘛？多謝你，再創佳績 ，thank you。好啦，嚟到我哋今晚啊最後一位榮獲香港傑出男運動員嘅殊榮啦！呢個時候我哋有請頒獎嘉賓，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副局長劉震先生 ，JP 有請。有請劉副局長為我哋揭曉最後一位香港傑出男運動員。香港傑出男運動員黃澤林。恭喜晒 Coleman！ 我哋一齊睇睇介紹片段先。博盡無悔4個字經常掛喺嘴邊。2024年貫徹博盡，戰績無悔。印度新德里同美國林肯兩站 ATP 挑戰賽得亞軍。邁阿密大師賽歷史性躋身正賽。美國公開賽外圍賽贏波，亦係史上首次。世界排名由年頭253升至年中170。轉戰成人組不斷改寫香港網球壇嘅歷史，挑戰列強，邁向世界。20歲嘅黃澤林連續3屆獲獎。恭喜晒 Coleman！ 咁啊，由於 Coleman 咧今日要海外出賽咧，所以今日未能出席頒獎典禮，但係咧都錄製咗一啲得獎感言嘅，一齊睇睇。Hello， 大家好，我係 Coleman 黃澤林啊，多謝大家。好遺憾我今年因為喺外國比賽嚟唔到現場同大家見證所有運動員攞獎嘅時刻啊！我想喺度恭喜咁多位喺2024年度攞到運動員大獎嘅運動員啊！我哋繼續努力啊！一齊為香港攞更多更好嘅成績，博盡無悔。多謝大家。再次恭喜晒 Coleman， 亦都係多謝晒劉副局長咧為我哋公佈結果。好啦，
接住嚟，我哋要頒發就係香港傑出女運動員，每位得獎嘅傑出運動員可以獲得獎金港幣6萬元。我哋呢個時候要揭曉就係獲得最高公眾票數嘅10位女運動員，排名不分先後，包括有呂麗瑤、盧善恩、吳安儀、李思榮、江文慧、劉慕常、何婉琪、何詩蓓、杜凱琹以及沈曉瑜，恭喜晒！好啦，首先我哋要揭曉就係第一位香港傑出女運動員，我哋有請頒獎嘉賓，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女士 JP， 有請。有請羅局長為我哋揭曉第一位香港傑出女運動員。香港傑出女運動員何詩蓓。恭喜晒 Sylvain， 我哋一齊睇睇介紹片段。何詩蓓2024年收穫30面獎牌大豐收，2月多哈世界錦標賽200米自由泳封後，首次成為長池世界冠軍。巴黎奧運100-200米自由泳攞銅牌。兩屆4面獎牌，港隊之冠。年尾喺布達佩斯短池世界錦標賽200自達成3連霸。佢總結全年有得有失，期望休養生息再出發。今屆係呢位27歲泳員第6次當選。恭喜晒何詩蓓出啦！跟住我哋有請羅局長為我哋頒發獎座俾何詩蓓。我哋中間大會攝影師，我哋影張相先。好，同時間咧，我哋望下我哋後方左邊嘅傳媒朋友，係啦，我哋記者朋友，我哋影多張先。OK， 好，恭喜晒，亦都唔該晒羅局長嘅 ，thank you， 可以到台下就座。呢個時候我哋將個時間俾何詩蓓，可以分享下得獎感受。Hello， 大家好。我想多謝國泰同埋奧委會去頒呢個獎俾我。我今日攞到呢個獎嘅原因係因為我背後有好大嘅團隊去支持我，我嘅教練、我嘅隊友、屋企人、物理治療師、營養師等等，佢哋全部人好努力嘅付出，先至令到我可以今日企喺度喺大家面前收呢個獎，所以我係想真係多謝佢哋嘅。同埋我亦都好想多謝香港市民一路以嚟對我哋嘅支持。我記得喺巴黎奧運嘅時候，我個教練就同我講話：你去到一出場嘅時候就應該感受一下在場嘅觀眾俾你嘅力量嘅 energy。咁我記得我第一個決賽就係200字嘅決賽嘅時候，我一出場嘅時候呢，我就 make sure 我有幾秒時間係望住在場所有人。跟住我就發現原來在場咧係有好多香港旗，同埋有好多好多人用廣東話去嗌我個名或者同我打氣嘅。咁我就以為我係咪其實喺香港比緊賽呢？因為在場係真係有好多香港人去出席睇我比賽嘅，所以我係真係感受到佢哋嘅力量。同埋我知道就算唔係在場，而反而喺香港睇緊直播嘅香港市民同埋嘅朋友都一路都好支持我，同埋好支持我哋香港運動員嘅，所以我都想喺呢度同佢哋講聲多謝。咁希望大家可以一路繼續支持我哋。希望我哋運動員嚟緊亦都可以喺全運會或者其他嘅比賽面都繼續攞到好嘅成績。Thank you。恭喜晒何詩蓓 ，Thank you。可以到台下就座啦。跟住我哋要揭曉就係第2位香港傑出女運動員，有請頒獎嘉賓，港協暨奧委會義務秘書長楊祖賜先生 ，PDSM 有請。
有請楊秘書長為我哋揭曉第2位香港傑出女運動員。傷殘人士體育硬地滾球何婉琪。恭喜晒何婉琪！我哋一齊睇睇介紹片段。何婉琪繼2022年之後第2次入圍香港傑出運動員，硬地滾球令佢重拾自信，同丈夫本道助理員兼教練李榮傑多年嚟並肩作戰。2024年攜手圓夢，喺巴黎殘奧 BC 3級個人賽獨雙人賽贏出，第3度征戰殘奧，首奪金牌兼好事成雙。何婉琪唔單止感激身邊人，更加回饋社會，設立獎學金幫助年輕人追夢。恭喜晒何婉琪！我哋呢個時候亦都有請楊秘書長頒發獎座俾何婉琪嘅。恭喜晒！我哋影張相先，我哋望一望我哋中間大會攝影師，望望中間。好，跟住我哋留意咧，我哋後方左手邊嘅記者朋友，左手邊係啦。好，嚟多一張。OK，very good， 恭喜晒何婉琪。咁亦都係多謝楊秘書長開到台下就座。咁我哋咧將個咪咧交俾婉琪分享下得獎感受嘅。Thank you。喺度好多謝奧委會，多謝國泰，先至有呢個頒獎典禮可以表揚一班一直都好付出嘅所有運動員，亦都喺度好想多謝所有市民，所有投票俾我嘅人，亦都好想喺度多謝體院傷殘人士體育協會一直以嚟去栽培我哋一班殘疾嘅運動員。細個呢，我呢就成日都會覺得呢部輪椅好似係我嘅限制，但係呢，慢慢大個就會發現原來呢部輪椅係俾我去追尋夢想嘅一個方式。喺巴黎殘奧翻嚟之後呢，有好多人問我有啲咩驅使你繼續去追呢個夢啊？當中有好多高高低低，係冇錯。開頭嘅時候一定係熱情，我好愛硬地滾球，我好想追呢個夢。但係當中呢，一定會有好多唔開心嘅時候，有好多懷疑自己嘅時候，但係我諗係嗰份耐心，俾時間自己去進步，呢一份心係帶領住我繼續行呢條路。喺度希望大家可以揾到自己中意做嘅嘢，去追你哋嘅夢想，去好去 enjoy 你哋呢個 life journey。多謝大家。恭喜晒婉琪，好感人嘅分享。我哋再次俾啲掌聲，我哋嘅香港傑出女運動員何婉琪 ，thank you。好啦，接住嚟我哋要揭曉就係第3位香港傑出女運動員，我哋有請頒獎嘉賓，港協暨奧委會副會長兼香港傑出運動員選舉籌備委員會主席郭志良博士 ，BBS 有請。有請郭博士為我哋揭曉第3位香港傑出女運動員。係空手道劉慕裳。恭喜晒劉慕裳！我哋一齊睇睇介紹片段。劉慕裳2024年初首度登上女子個人形世一，喺4站世界1級空手道超級聯賽晉身3甲。
當中3月土耳其安塔利亞暫贏冠軍，6年嚟首次封后。9月喺杭州舉行嘅亞洲錦標賽擊敗日本嘅美野真步，成功衛冕。賽場之外出版自傳、拍劇兼做奧運主持等多方向發展。自2019年起，劉慕裳連續5屆當選。恭喜晒劉慕裳！咁啊，佢今日咧未能出席頒獎典禮，但係咧都有啲説話同大家分享嘅，我哋一齊睇睇。Hello， 大家好，我係劉慕裳。咁我而家係開鑼準備緊聽日嘅超級聯賽，咁所以就未能夠出席今晚嘅頒獎典禮。咁但我都好想藉住呢段片去多謝奧委會啦，同埋有份投過票嘅市民。咁我會喺嚟緊嘅比賽度都繼續努力攞多啲獎牌。Thank you。再次恭喜晒劉慕裳，亦都係多謝郭博士咧為我哋宣佈結果㗎。跟住嚟，我哋要公布就係第4位香港傑出女運動員。呢個時候，我哋有請頒獎嘉賓、立法會議員兼港協暨奧委會副會長霍啟剛先生 JP 有請。有請霍議員為我哋揭曉第4位香港傑出女運動員。第4位獲獎嘅女運動員係江文慧 Vivian。恭喜晒 Vivian！ 我哋一齊睇睇介紹短片先。2018年首次當選，江文慧連續6屆得獎。唔想輸得難睇，結果贏得精彩。巴黎奧運女子重劍決賽大墮後冇放棄，打出香港精神，決一劍反勝，歷史性贏金牌。加上多哈大獎賽、世界盃2奪分站如日方中，奧運後選擇急流勇退，結束全職運動員生涯。但正如佢告別宣言所講，一日係劍手，永遠都係劍手。恭喜晒 Vivian！Vivian 咧今日咧未能出席頒獎典禮，但係都有啲説話同大家分享嘅，我哋一齊睇睇。Hello， 大家好，我係 Vivian。好遺憾，今晚冇得同大家一齊慶祝我哋過去1年嘅努力。好多謝大會，多謝我所有嘅教練、用醫生嘅團隊、阿 Wing、包包、Justin、所有大夫同埋治療師，我好掛住你哋。同埋祝所有運動員身體健康、開開心心、夢想成真。Thank you， 翻嚟見。恭喜晒 Vivian， 亦都唔該晒霍議員咧為我哋公佈結果嘅。嚟到今年最後一位香港傑出女運動員，我哋有請頒獎嘉賓、港協暨奧委會會長霍震霆先生大致經分言 GBS JP 有請。有請霍會長為我哋揭曉最後一位香港傑出女運動員。香港傑出女運動員係杜凱琹。恭喜晒杜凱琹！我哋睇睇介紹短片先。杜凱琹繼2021-23年之後第3度獲獎。經歷不一樣嘅2024，出戰唔同項目都有豐足回報。巴黎奧運拍黃鎮廷混雙打入4強，開始新週期換埋新球拍，喺亞洲錦標賽勇奪2面銅牌，女單得第3，港隊一蘇19年之癢，自己亦達成夢想，肯定多年嚟嘅努力。女團就連續3屆得獎，年底混合團體世界盃亦得到銅牌。恭喜晒杜凱琹！同時間，我哋有請副會長頒發獎座俾我哋嘅香港傑出女運動員杜凱琹，恭喜晒！我哋影張相先，好，影多張。同時間咧，留意我哋後方左手邊嘅傳媒朋友，仲有一張，係啦，左手邊嘅傳媒朋友後邊，係啦，我哋影多張，係啦，我哋嘅記者朋友。OK， 好，唔該
得獎感言嘅，有請。最後一個攞真係好緊張。多謝國泰，多謝奧委會舉辦呢個選舉，咁又可以坐 business 真係好開心。我上年用嗰個機票同我屋企人去咗旅行，佢哋都好開心。多謝。咁2024對於我嚟講，其實係一個好特別嘅一年，因為其實自己一路都經歷住一啲嘅傷患、一啲低谷，但係咧又好意外、好驚喜咁樣喺2024成績係我打咁多年波最突出嘅一年，自己亦都圓咗呢個單打嘅夢想，第一次企喺錦標賽嘅頒獎台上面，呢個夢想我都係諗咗有10幾年。特別想多謝體院同埋冰總咁多年對我嘅栽培，我嘅屋企人。今日特別想多謝兩個人，第一個就係瑞姐，佢今日都嚟咗。Sorry， 喺我即係最困難同埋即係佢陪我好多年，多謝。特別係我受傷嘅時候，佢自己特製咗一塊乒乓波板俾我。我嘅隊友日日都陪我練，同埋最特別想多謝高大夫，佢叫高原大夫，佢係非常之敬業，同埋如果冇佢，我一定企唔到喺呢度。多謝大家。恭喜晒杜凱琹，恭喜晒凱琹，請留步。咁啊，我哋咧亦都係公佈咗我哋10位香港傑出男女運動員，我哋嘅10傑誕生啦。呢個時候咧，我哋再次有請咧我哋嘅10傑到台上進行一個簡單而隆重嘅機票頒贈儀式。我哋有請杜凱琹，以及咧有請張家朗、黃鎮廷、石偉雄、龍志傑、何詩蓓、何婉琪一同咧上台同我哋影張合照，同埋進行一個機票頒贈儀式嘅。國泰2024年度香港傑出運動員選舉嘅冠名贊助商，亦都有一份禮物咧送俾咁多位㗎，就係每人可以獲得國泰航空來回商務機票艙2套，可以咧出發到任何短途嘅航點嘅。呢個時候我哋有請頒獎嘉賓，冠名贊助商國泰顧客及商務總裁劉海詩女士，為我哋頒贈機票俾咁多位嘅傑出男女運動員。有請劉女士。俾掌聲我哋台上嘅傑出男女運動員，恭喜晒！有請咁多位影張大合照先啊！望一望中間 ，OK 嚟到張。同時間我哋留意我哋後方左手邊嘅傳媒朋友，左手邊係啦，後方左手邊，恭喜晒咁多位。OK， 恭喜晒咁多位我哋嘅男女運動員，恭喜晒！有請咧劉女士咧繼續留步嘅。再次俾啲掌聲我哋嘅香港傑出男女運動員，恭喜晒咁多位！請大家去到台下就座，亦都有請咧劉女士咧繼續留步嘅。我哋繼續用熱烈嘅掌聲恭喜佢哋，好唔好啊？今晚嘅榮耀係屬於你哋嘅，恭喜晒！咁我哋有請劉女士咧繼續留步為我哋頒獎嘅，因為接住嚟咧，我哋同時間亦都會邀請咧2位頒獎嘉賓上到台嘅。我哋有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先生，並由港協暨奧委會霍震霆會長陪同上台嘅，有請。
女運動員之中，邊個係我哋嘅星中之星呢？我哋有請劉女士為我哋公佈結果。國泰星中之星香港傑出女運動員大獎得獎嘅係江旻憓 Vivian。恭喜晒 Vivian！ 咁 Vivian 呢今日呢未能出席頒獎典禮，我哋有請中國香港劍擊總會主席楊永新先生代表接受，有請。歡迎，咁我哋有請卓副司長為我哋頒發獎座，俾劍擊總會代表楊生，有請，我哋影張相先。係啦，國泰星中之星香港傑出女運動員嘅得獎者咧，可以獲得獎金港幣8萬元嘅，恭喜晒！好，我哋留意我哋後方左手邊嘅傳媒朋友，左後方係我哋影多張相先，好，影多張。OK， 好，亦都係恭喜晒 Vivian， 亦都係唔該晒楊先生帶領獎項嘅 ，thank you。有請3位頒獎嘉賓繼續留步，仲有一個獎項係要揭曉㗎。終於嚟到今晚頒獎典禮最後一個獎項，國泰星中之星香港傑出男運動員。咁啊，國泰星中之星香港傑出男運動員嘅得獎者可以獲得獎金港幣8萬元。到底花落誰家呢？有請劉女士為我哋揭曉得獎者。國泰星中之星香港傑出男運動員大獎得獎嘅係張家朗。恭喜晒張家朗！恭喜晒張家朗獲得國泰星中之星香港傑出男運動員嘅殊榮，恭喜晒！同時我哋有請卓副司長為我哋頒發獎座俾張家朗，恭喜晒！我哋影張相先，我哋望望中間大會攝影師。OK， 我哋影得張。同時咧，留意我哋左後方嘅傳媒朋友，左手邊後邊嘅記者朋友，影得張。恭喜晒張家朗！呢個時候咧，我哋有請4位繼續留步嘅，係啦，4位請留步。國泰2024年度香港傑出運動員選舉頒獎典禮咧，所有獎項已經係揭曉啦。再一次咧，俾啲掌聲恭喜晒所有獲獎嘅運動員，好唔好啊？咁開心嘅時刻咧，當然咧係邀請咧就係新鮮出爐嘅傑出運動員咧上台影翻張大合照㗎。我哋有請香港傑出男女運動員、香港最佳運動組合以及香港最佳運動隊伍嘅得獎者咧一齊上台影相嘅。首先我哋有請我哋嘅得獎者咧，亦都係手持獎座咧一齊上台嘅。請出係香港最佳運動隊伍中國香港男子足球代表隊。跟住我哋有請香港傑出男女運動員，我哋有張家朗、黃鎮廷、石偉雄、龍子健、何詩蓓、何婉琪以及杜凱琹，恭喜晒！歡迎晒我哋獲獎嘅運動員。同時間咧，我哋亦都有請咧以下嘅嘉賓咧上台㗎。我哋有請我哋嘅主禮嘉賓。我們有請我們的嘉賓上台來張合照啊！有請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副特派員潘遠東先生，有請。接下來我們有請15運會廣東賽區執委會副主任、廣東省體育總會主席崔健先生，有請。跟住有請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女士 JP。
港協暨奧委會義務秘書長楊祖熾先生 PDSM。我哋繼續我哋嘅掌聲好唔好啊？歡迎晒咁多位立法會議員兼港協暨奧委會副會長霍啟剛先生 JP。Now I'd like to invite Mrs. Petra Sorling, member of IOC and president of International Table Tennis Federation, for a group photo. 港協暨奧委會副會長兼香港傑出運動員選舉籌備委員會主席郭志良博士 BBS。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常任秘書長沈鳳君女士 JP。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副局長劉振先生 JP。香港體育學院主席鄧景成先生 GBS PDSM。有請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宣傳文體部副部長林振先生。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全國運動會統籌辦公室主任楊德強先生。康樂及文化事務處副處長康樂事務徐曉露女士 JP。文化體育及旅遊局體育專員蔡建斌先生。中國工商銀行亞洲副董事長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武龍先生。俾啲掌聲我哋台上嘅所有嘅嘉賓，歡迎晒。好，我哋望一望我哋中間影一張大合照先啊！我們看看中間來一張大合照啊 ！Let's look up from in the middle for our official photographer。好，我哋影多張啊 ！One more。OK， 然後我哋望下左手邊嘅傳媒朋友，我們後面左手邊的傳媒朋友。OK， 好，望多張，嚟多張。One more for media friends。OK，once again round of applause。Congratulations to our award recipients， 恭喜晒，恭喜晒 ，Thank you。咁啊，有請咁多位去到台下就座啦 ，Please be seated， 請就座，謝謝。係啦，咁啊，國泰2024年度香港傑出運動員選舉頒獎典禮咧已經圓滿舉行啦。再一次咧係恭喜晒我哋台上嘅所有獲獎嘅運動員，亦都多謝晒我哋今日嘅主禮嘉賓出席支持我哋今日嘅盛事㗎。同時間咧，我哋亦都係多謝咧咁多位貴賓咧出席我哋今晚嘅體壇盛事。港協暨奧委會亦都衷心感謝咧以下嘅單位，包括有冠名贊助國泰、資助機構康樂及文化事務處、官方夥伴 Fila Marketing Hong Kong Limited。好啦，咁多位可以到台下就座㗎啦 ，Please be seated，Thank you。同時間亦都多謝信興集團、中國工商銀行亞洲以及支持單位香港海洋公園嘅，俾啲掌聲我哋所有支持我哋今晚嘅盛事嘅單位 ，Thank you。同時間咧，我哋亦都好開心咧，就係邀請到咧卓永興副司長咧去支持今晚嘅盛事嘅，為我哋所有嘅運動員打氣，一齊咧見證運動員嘅努力啦，同埋分享佢哋嘅喜悅嘅。咁希望咧透過今晚嘅選舉咧，亦都去表揚咧努力不懈、永不言敗嘅運動健將。相信喺2025年咧，我哋嘅運動員咧一定會再創高峰嘅。再次去多謝曬咁多位嘅蒞臨，我哋嘅頒獎禮嚟到呢度啦。我哋再次以熱烈嘅掌聲恭喜我哋所有得獎嘅運動員，多謝曬你哋，恭喜你哋！亦都係多謝曬所有嘅運動員付出嘅努力，同埋所有嘅幕後功臣，多謝曬你哋，Thank you。